你谈生意居然也不忘带瓶红酒。这酒是送给朋友的。谢谢，你还拿我当朋友。也就只是普通朋友。好，作为普通朋友，你主动约我什么事儿？很重要的是，哎，你等等，让我猜猜到底是什么好事儿？你是想告诉我，其实星星是咱俩的女儿，是吗？我就知道你会在这种无聊的问题上纠缠。你看看这个吧。这份检验报告上写得清清楚楚，星星是我跟建华的孩子，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就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？从你离开我的那一天起，我们的缘分就已经尽了。你来就是要告诉我这事儿吗？我说了，我找你有事。听说你最近跟盛美家的人又有接触。如果你让我放弃跟盛美家的合作，对不起，我没这个义务帮你。我知道，但是我不是要你放弃跟盛美家合作，而是刚好相反。什么意思？我要你加大对盛美家的投资。我想让沈一曼完全退出红酒界，所以我要借助你风云投资的力量。而且，我相信你施正完全精通此道。什么道？鲸吞蚕食之道，一点一点蚕食盛美家的股份，到最后，你摇身一变成为控股方。你要我蚕食盛美家？我有什么好处？你收购的盛美家股份，我用双倍回购。听起来不错，但我为什么要帮你？你觉得沈一曼是这么容易听你摆布的吗？没有我的配合，你根本不可能达到你的目的。到了最后，很可能是白忙一场，或者一事无成。双倍，诱惑力真的很大。哎，你能说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吗？这是我的家务事，你就不需要知道这么多了。如果你想要赚钱，你就照着我说的做。深奥，真的很深奥。好，我是生意人，哪有利润哪就有我。我同意了。好了，沈小姐，今天咱们聊得非常愉快。那我这边呢也加紧材料的准备，等准备好了，你一签字，剩下的事情就交给我了。如果这次能成的话，我一定会非常感谢施先生帮我的这个大忙。哎，哪里哪里，共赢永远是我的追求。来，林丫头，帮我拿个主意，哪种红酒配哪种点心才最配得上你们单总的口味？来来，林丫头，红酒配点心，点心配咖啡，乱配配。这什么乱七八糟的？哎，不能乱，乱不得，这对于我是大事情。这世界已经乱了。这丫头受了什么刺激了？林丫头，林丫头，林丫头，你在神游太虚啊，还是想哪个梦中情人了？我没有情人，
没有人要我。没，哎，你别哭啊！大叔说错话了啊，没有梦中情人的事儿。这，你告诉我谁欺负你了？大夫帮你打他去。好了，别哭了，别哭了，尝尝这个红酒，尝一下。别喝了，跟我走。我打电话给你也不接，原来你躲在这里买醉啊！哎，他可不是买醉，我是来请他给我当红酒顾问的。哦，原来是你小子啊！你把他害成这样，你看看他哭成什么样了！赶紧赔个礼，道个歉，赎个罪 ，say sorry。我做错就是我太在乎了。回家了，好不好？回家了。别哭了，回家了。一曼，怎么了？一直看你不开心的样子。我刚刚去了叔叔家一趟，他找你什么事？他费尽心思的给我准备了一顿便饭，但其实他是帮单丽来跟我讲条件的。这么说，他是站在单丽这边。他哪边都不站，他看重的只是他自己的利益。表面上说是为了我们沈家好，但其实根本没有家了，家都散了。不说这些了，我有件事情想问一下你的意见。什么事啊？下个礼拜我生日，我想开个 party， 开心一下。我想把林轩也请来，可以吗？林轩他就是个马大哈，会不会不太合适啊？是吗？其实你跟他……哦，我跟他没什么，我已经跟他说清楚了。真的吗？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就让他来吧。好啊好啊，帮我也看一下，帮我看一下吧。我也要看啊！好啊好啊，找看。啊，有了！根据最权威的测试下意识的心理学，在你最难过的时候，心里想到的那个人呀，就一定是你最喜欢的那个人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了。不信的话，你们自己看呀。你看，天天啊，最权威的测试下意识的心理学，当然是真的了，对是吧？很准吧？你看。哎，林丫头，李大叔，哎呀，那个臭小子是不是还没向你道歉啊？这么愁眉苦脸的。跟他真没什么关系。还说没关系？一见面就扎人怀里哭，你说没关系谁信？在你最难过的时候，心里想到的那个人呀，就一定是你最喜欢的那个人。真的没什么关系，你别瞎猜。以后不管谁欺负你，跟大叔说，大叔给你报仇去啊！
哦，看酒带来了。对。嗯。这个酒啊，它虽然不是什么名贵的红酒，但是它性价比很高，不比那些名庄的差。穆特汉先生给他评91分呢。是吗？行，反正你推荐的就是值得信赖的，我是100%的相信。啊，对了，上回你给我找的那瓶96波尔多，我托人从国外给我带来了一瓶，回头给你还给朋友去，别老欠人家个人情。那太好了，我心里一直惦记这事儿呢。待会儿你回公司的时候我拿给你。啊，谢谢你啊，李大叔。还谢我干什么？还不都是为了帮我？要不要吃点什么东西？嗯，好啊。有钥匙不会自己开门啊？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来，进来坐，进来坐。你要喝什么？我帮你拿。不用了。不用了，不用就算了。哎，这么好来看我啊？是啊，我昨天去过你家，你都不在，你老爸老妈都想死你了，你整天也不回去看看他们，你都在忙些什么呀？就乐团的事情嘛。再忙也得回家。知道了。林轩呢？谁知道他跑去哪里呀？估计又不知道去哪里做他的痴心情长白日梦了。他怎么了？前2天那个赵什么系的跑来找他，找完之后他好像3魂不见七魄一样，整天跟游魂一样的，还说那个赵什么系的以前对他有多好，有多好，我都快吐了我。那他们是余情未了，还是什么？我觉得应该是2个人对过去的情感都还放不下吧。他在你这里住了这么久，你觉得他怎么样？我觉得他怎样？我还能觉得他怎样啊？我是问你怎么看他，不是问你对他有没有感觉。看你这反应大的，你不是对他动心了吧？姐，我觉得啊，我对他的感觉就是，我觉得他很像外星人，我常常搞不懂他在讲什么哎。这样吧，下礼拜我生日，我会开一个 party， 你跟他一起过来吧。我回来了。曹操，沈总，你怎么来了？是啊，林轩。这样的，下礼拜我生日会开一个 party， 你跟子豪一起过来吧。算了吧，他很忙哎，我自己去就好了。好，我一定会来的。不好意思啊。喂。现在去公司？好嘞，我马上打车过来。好。这样吧，反正我顺路，我开车载你过去吧。不用麻烦了吧？我有车，他坐我的车，我送他去就好了。我说了，我顺路不麻烦。不是嘛？他坐我的车，他可以。好了，那麻烦你了。走吧。你和赵熙也很久没见面了吧？没有啊，前2天才见过。啊，对了，我想起来了，那天他跟我说有事要找你，不是什么要紧的事吧？也没什么，就是他妈妈生病了，所以给他打了个电话。怎么，他没告诉你吗？啊，有，他跟我说了。我是说，没有其他别的事了吧？你可以自己问他。我今天去找子豪的时候，看到林轩了。他问起你妈妈的病还好吧？啊，
别的没说什么了吗？别的，他会不会说什么？没什么。怎么没听你提起你妈妈病了？她还好吧？啊，已经好多了。如果你需要请假回去看她的话，可以跟我说，我可以放假让你回去。啊，不用了，我已经拜托林轩跟我妈聊过天了。以前我妈生病的时候，就是林轩照顾我妈，只有他知道哪个法子对我妈管用。我妈现在已经好多了。那就好。觉得这个怎么样？不错啊。我觉得也挺好看的。哎，你们还不换衣服啊？时间都快到了。我没有要去哦，要去你自己去。你没有要去？哎，你不是答应陪我一起去的吗？你该不会不知道我姐叫你去是什么用意吧？这人怎么这样啊？这样说自己的姐姐，被说那么有城府。不管怎么样，答应人家还是要去啊。你是金鱼记忆体啊！你才刚见完那个赵什么戏的，整个魂魄都不见了。现在怎么样？要去见他了？你这真的是出尔反尔。去拉倒，我自己去。哎，别怪我没提醒你，去了不要后悔哦。我字典里没有后悔2个字。这就是我的房间了。不好意思。你不用这么拘谨的，来。
吃点点心吧，这些都是我从不同的地方带回来的。赵熙他吃过以后都说，以后再也不要吃以前的那些了。人呐，有时候就会喜新厌旧。哎，你也应该没吃过吧？来，尝一下。不用了，谢谢，我吃不习惯。尝一下嘛。你不是说要当一流的品酒师吗？那你就更应该抱有一种任何新鲜事物都有勇气尝试的态度。红酒呢，就像人生一样，味道千变万化，但是只有在自己味蕾感受的那一瞬间，一切才是真实的。不用跟我装什么高深了，你不就是想告诉我，赵熙现在喜欢你吗？你明白就好。你知道吗？我和赵熙在一起已经20多年了，我们俩从小一起长大，熟悉的就像亲人一样。我是这个世界上最了解他的人。你说你们在一起，你了解他什么呢？你知道他害怕什么吗？你知道他喜欢什么吗？他想要什么？他是怎么样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？这些你都知道吗？你凭什么和他在一起啊？但是现在，和他在一起的人，确实是我，而且他一直只把你当成妹妹，是你自己一厢情愿的觉得他曾经喜欢你。妹妹，曾经他对我有多好，你根本就不知道。好，我借你的酒已经还给你了，我不欠你任何东西，你也不要再对我有任何要求。你果然就像他说的一样，任性冲动，难怪他把你当成妹妹。婷曼，林轩，怎么了？下去切蛋糕吧。上车吧。麻烦您下车。我自己坐公车回去。哎，刚才到底怎么了？我真的接受不了。接受不了什么？我看到他们在一起合照，特别亲密，还有一起生活的痕迹。我真的觉得我接受不了。我早就跟你说过了嘛，那个赵什么熙的喜欢的是我姐。你都这样跟我说，我一直觉得我能接受，可是亲眼看到的感觉，哇塞，真的有够像偶像剧的。哎，哎，我，哎，我。又随便，你们哪天不随便？
轩，你喜欢吗？喜欢。林轩，以后等我挣了钱，我就买一条送给你。真的吗？嗯。你说的，我可记住了。当然了。想你的时候，和你心心相印。你知道吗？赵熙原来说过，等他有钱了，他会送我一条双心项链。现在项链还在，他却赵熙，赵熙，你讲我根本就不值得你为他流泪嘛，还双心项链嘞，清醒一点嘛，没什么好留恋的啊。你知道什么呀？你根本不知道他曾经对我有多好。不就那回事嘛，有什么好不懂的？我们曾经是有爱情，爱情，你懂吗？哎，我可是爱情专家哎。根本就是一个花花公子。你知道什么是爱情啊？对，我是花花公子，我根本就不懂你们的所谓高尚的爱情。你的爱情在我眼里根本没有任何价值。我告诉你啊，回去东西马上收拾干净，离开我视线范围。我懒得理你了，拜拜。不好意思，破坏了你的生日宴会。其实林轩他，我看得出他很喜欢你。我会尽量跟他保持距离，不跟他联系。我相信，他就慢慢淡忘了。你不要多想了，好吗？你真的能做到吗？我能。一切都不用强求。沈子豪，你爱干嘛你就干嘛，你管他回来没啊？
起来要先吃早餐啊，不吃早餐对身体不好哎。要不要先喝杯牛奶？吃早餐的时候配2颗鸡蛋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谢谢你啊，等九舅宿舍空了，我就搬出去了。哎，不是嘛？你昨天哭成这样子，气色很不好哎，黑眼圈这么重，戴个墨镜再出门嘛。你到时候被认成熊猫关进动物园，我不会去数你哦。无所谓。告诉你，走出这个门就不要后悔哦。你到时候不要在我怀里哭，你听到没有？喂。太过分了！这个林轩才来多久呀，就把我初九的工作给抢了。不行，我必须给他点颜色看看。今天的初九单，丽菲尔。是哪批货啊？哦，在这，这是03年。你们谁帮我签个单啊？来吧。嗯。我是波多主教的，我来搬09年的丽菲尔。09年的在这里。那谁给我签？我来。好，谢谢。啊，谢谢。小林，怎么了？想什么呢？这个给你。这是什么？什么东西啊？我也不知道，刚才有个人让我亲自交给你的，看看。项链，女人的心，6月的天，收条项链就这么开心？女人嘛，哭过之后就没事了，况且还收到了你的礼物。吓疯了我。气消了吧？那我们之间的恩怨就一笔勾销喽。我去消没消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哎，你不是收礼物了吗？你怎么知道我收礼物了？你怎么知道赵熙送我礼物？赵熙送你的，老陈没跟你讲啊？你怎么知道赵熙让老陈带给我的？你跟踪我？对。我从美国请 FBI 来，花了最先进的仪器，整天不吃不喝，在这里跟踪你，你满意了没有？不会跟踪赵熙吧？你也太龌龊！火星话你听得懂没有？再见。哎，神经病，吃错药了你！说还可靠，可臭还长。丽丽，哎，
丽丽，你的这个酒不用说了，我们都知道了。啊，你们都知道了，这怎么回事？这种酒在我这里已经接到10几宗投诉了。很明显，我们代理的酒在BC出货的时候已经搞错了。定了03年的利菲尔，拿到09年的利菲尔，坚持不肯退或者补差价；拿到09年的，得到了03年的酒，全都退回来。那这事该由谁来负责呢？货是我出的，可能我把03年和09年的利菲尔搞错了，对不起。全部都搞错了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是拿了人家的钱，所以才这么做吧？以前谭一娜在的时候，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。我没有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可能我当时只是检查了一下牌子，我没有看里面的内容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知道吗？对手最喜欢听的就是你现在说的这一句“对不起”。我不管你在外面干些什么，但是在这里，你就得给我提起精神。亲爱的，息怒，别生气啊！就这种瓶装酒，它有时候它确实是会搞错的啊。是的，是的，这个牌子一不小心很容易搞错的。老陈，通知人事部门，从今天起，林轩开始领半薪，日后表现良好的话，再恢复全薪。是的，尚总。你出去吧。丽丽，这个你也出去。尚总，如果这件事情闹大的话，不光损失我们大批的客户，就连新世界圣巴拉斯的红酒代理权也会受到影响。这是我们全国总代理的酒，只怕碧翠的整个声誉都会受到影响，不是那么好弥补的。你尽快统计损失的情况，马上跟我汇报。好吧。尚总，我们已经尽全力将09年和03年的利菲尔全都调换回来了，目前已经收回了97瓶，同时也接到差不多有10多宗的投诉，由5星酒店到酒匠零售的都有。我估计总数应该在120支左右，卖出30支左右。坏消息已经传出去了。目前的形势对我们很不利，如果不及时补救，这不只是声誉的问题，连新世界还有圣巴拉斯的代理权都会陷入危机。如果尚美家这个时候出手，这2家代理权肯定会被抢走，到时候公司的损失将会难以估计。尚总，那该如何处理呢？我打算亲自出国一趟，去安抚这些公司。光去安抚还不够，除非盛美家也发生这样的突发状况，那他们就很难跟你抢客户了。你说得倒轻松，要等盛美家出状况有这么容易？没事，我就是随便说说。哎，老张，今天你值班啊？啊，是啊，今天我值班。这几天公司要出一批货，你要多小心哦。啊，没事，你放心吧。给仓库钥匙。拜拜。啊，你慢走啊。喂。老张，你欠我的人情，该还了吧？
猜个职业，身兼保姆、保镖、随从，修电脑、出气筒，你猜是什么？猜不到。是男朋友。赵熙，我们还只是朋友。我明白。喂，沈总，大事不好了！怎么了，李玉？明天要出货的至尊红颜，全部都被砸破了。什么全被砸破了？那批酒不是一直有保安看着的吗？怎么可能有人进去搞破坏啊？沈总，凶嫌就是保安。是保安？我这